继续要来讲射箭，是原住民的传统技艺，由台中市运动局甲原住民体育总会联合主办的理事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全国的观摩比赛，伫后日的射箭场来举办，配合着防疫，来自全国320个选手专程挂喙罨，嘛希望民众看这个比赛，会当更加来熟悉，更加来亲近原住民的文化。 众人提工具准备要来射箭，目睭紧紧看向目标，甲箭射出去。为第8届的理事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全国观摩赛开场，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射箭，能够很多的选手在这个地方发挥他们的长才，让大家相亲，这个互动，提倡更高的视觉活动。 全国320位选手拢专程挂喙罨，有4场比赛会分流进行。选手除了要拼名次，嘛要来延续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这件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体验我们原住民以前的捕猎的那个感觉。从台中来的，然后3年级开始的。3年级现在开始。射箭除了会使让身心均衡发展，嘛是一种稳定心性、冷静思考的训练。这摆比赛嘛是后日射箭场头一摆举办的大型比赛，让市民朋友透过观赏，佮有参加活动，会当来熟悉亲近原住民文化。